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6月初4，旧历的5月初2，礼拜二。新闻的头一条来看，台北的北投早起有女学生互3份人随机攻击。这个嫌犯一路跟踪这个国中的女学生，到一个人较少的巷仔口，竟然拿空气枪弹这女学生的面。女学生是当场受伤流血，这个嫌犯随白咧弄，女学生是惊到魂魄飞了了。警方等积极来对嫌犯。 早上7点多，一名女学生呢是行经北投的中央北路，却突然遭到一名男子拿 BB 枪射击，导致她满脸是血。敢是迄条白衫红裤国中的女学生行路去上课，想要到一个生分的男子对伫后面，穿青色的外套、戴帽啊，向女学生冲去，摕红色的袋啊砍掉咧，下一秒就提出空气枪向女学生射击，发案了后赶紧逃走。是说看到他们在那边了，可能调监视器吧。 司法的现场有看到几啊粒的 BB 弹，详细算看卖至少开4枪。这是发生伫早时7点10分的代志。这名国中女学生行路去上课，到台东街就去有男子一路对到中央北路一段198号的巷仔口，当场伊的面呢，甲正面肩胛拢受伤。看到民众热心铺文章，提醒附近的住户注意。根据警方调查，嫌犯大约是20、30岁，穿个显白的这绿色的外套，挂一个乌喙暗，故意用这红色的袋啊，甲枪机砍掉咧。到底为虾米要攻击女学生？警方已经介入调查，防止更较侪人受害。